本案发生于今日凌晨1时50分，黄男驾驶银色自小客车行驶元化路往新民路方向，疑似精神状况不佳，失控撞至本分局交通中队，造成大门及3辆警车毁损，现场无其他人受伤。黄姓驾驶本人则受轻伤就医，经酒测值为0，车上无其他违检物品。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毁损公务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